天地都了边没有了走，天地变作是才给猜题，因为了边有火山，因为了边有河水。了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天地都了边没有了走，天地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了边有火山，因为了边有河水。了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。大家好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客家乡亲，大家好，我係安到太頭股，今本日咯，來呢一片北公廟頭前做戲，做乜嘅戲咧？真好看嘅客家舞台戲啦。地上啊！乡亲啊，北公啊，講啊，副家總部，副家總部，呢個第一個新福路，咱哋隊員直接地上啊。黃飛鴻嘅回應者，好來，打，哐，做乜解啦？基本來呢北公廟，你表演乜解？做得，叫做客家拳，很厲害喲！好啊，來啊！你若摕遐济配是啥的咯？这都阿婷的啊，搁阿 Q 的啊，这阿三的有3方。像这张啦，这挂货啦，你搁甲人收咧，万一若发生代志，看你要安怎？你无遮严重啦，迄阿婷啊，即摆去台北做工去，迄阿蒙市啊，即摆搁咧大院，咱无帮伊收，啥物人去帮伊收？讲到这阿三啊，你逐工来遮看报纸。迄袂要紧啦，你拢咧做好人啦，等下囥到乱七八糟，才换我来收尾啦。你是你创啥啦？我就试一下注意的啊。你若北队啊吼，咱内底有面来，你先泡先食食咧啦。等下咱查某囝日滚仔转来吼，咱才做伙食。日滚今日转来呢吼。系啊。我来载伊，我来车头载伊。你即马是要倒啦？我调倒摆来甲接啊。伊若要转来时阵，敲电话互咱，咱两个才做去甲接啦。咱的老鸡翅的。哇！这内滚上爱食。放咧搭？伫内底啊。真诶哦。嘿。放伫电视底啊。很厲害哦，唔怕，很少，哈哈，哎呦，太假，根本做葡萄又好看嘛。你有看啊？很仔细啊，凤凰。很仔细。他在你的身里面还有啦，麻烦开哦。好。
哎，阿三啊，用的啊？是什么代志啊呢？来哦，考到高中的啦。哦，阿孙啊，考到高中的哦。哦，恭喜恭喜哦！你这个囡仔袂歹哦。真啦。我这个老爸哦，5号啦。啊？啊，你莫安尼想啦，迄时机歹歹啊，有当时啊景气无好吼。但是吼，咱这囡仔吼，即马才拍拼咧考着吼，哦，这将来一定有出头。出脱，无按改啊。要私立高中呢，一学费要几多钱？多少钱？3万呢。哦，阿妹哎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去办迄助学贷款，较早阮咧丽君阿妈呢，过来我才慢慢啊还，对啊，即马读到大学。助学贷款不是烦哦，不用烦哦，拜托，台北市内用的全部都罚钱，按规。那你要做阿爸哦，学费哦，生活费死都没出来。讲到这吼，像我都有内行，你知影阮丽君啊，读大学读4年哦，开偌济你知影？偌济？10万？100万？100万？但是哦，我嘛是熬过来啊，啊，你嘛一定会使啦。哎，说的哦。哎，你来啥？哎，哦，帮我拿5包花生来。土豆。阿三呢？哎，要来。来哦，靠到高中的啦。哎呦，按枪啊？无啦，哎，最近无喊嘛干？好，无啊，那有听啊。啊，你某嘞？啊，你某嘞？去产的啦。有。对啊。伯恩跟我讲说，你跟他提那个水沟盖的事情。哎，怎么样？哦，讲到迄水沟挂的代志哦，迄贼仔偌夭寿的，你知哦？迄唔知要安怎掠才掠得到。我咧想哦，这一定是职业啊。职业？对啊，无哪会遮厉害？你有听说啊？迄一定是职业啊啦。啊？无一般的人哪有可能哦？一届安尼偷摕20几个，是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人啊？敢有可能？咱这里的大家嘛拢熟悉，哪有可能？啊，没有你说，你提这边，他偷这边，他那么熟。那水沟盖又不是多重的东西。我嘛唔知哦，实在吼，不敢那大家啊。李总啊，你莫喊，来整转了。无啦，搁坐一下啦。哎，阿三啊，你的报纸，你的报纸。哦。阿三呢？他最近都没有工作。无听你讲有咧，可能较少月啦。三啊，你来了。我今天要按脚趾啊，很我按的啊。大哥，哎，阿三嘞，那俺是谁？嘿嘿。大哥，这勇士，这家私。哎呦，真好嘞。大哥，你唔讲，这按多的。唔过啦哈，来中讲啦，哎，我是真多的啦。上来，来，上来，来，中讲。你啊，那朋友才我先生啊，哦。佢做个地下多嘅工厂哦，欠个水门，那做嘛？你搣條水門過嚟啦。cái水咩水門？啲水門拿嚟，好埋啲草地嘢，佢出下要錢。有所以說乜唔敢做啊？拜託好冇？敢唔做？唔做唔我必死咗，唔做。工地我要賺錢，要咁過佢梗係唔敢做。
天公必须有啦。接到，嘿嘿，啥嘞？去啦？冇啦，买到东西啦。唔係，阿叫起來咯，用錢多人咯，嚇？係，打電話也唔會飛呢。排死啦，我不還錢啊，然後吳松泰講一下。咩？啥嘞？你又唔熟悉咩？係嘛？大白種係人講好話，講久啊，你咩排死呢？錯冇？排死人啊！真見，最近幾陣嘢冇氣候做，你唔知。哎呦，人拉靠到高中咧，愛錢啊！啊？乜計啊？人拉阿孫要靠到嘅，讀書我發動多錢呢？拜託啦，梁子怡啊！啊，你做戲穿得多錢？你去叉條買片檔啊！嗬，片都穿得多錢，夠唔好？係嘛？片都點啊？曉冇？天天做馬戲，是在演方哦。他呢啊，死也沒呱呱啊。伢來二十讀書嘅，天天做些啦，往天路啦。誒，怎個講哦？我哋武松哥做人唔咩唔掂呢？嗬，當哥啊，係幾親，行下突然間較閒呢，其實是不當然嘅腳筋咯。唔當武松太過講，我聽講一天會還錢。田公爺，啥呢？講當到拜田公爺嚟咩？我會想辦法啦。我點咩會想辦法？咩樣講啊？講了講誒，冇法好講了。做人嘅守信用啊，有家有還咩？錯冇？啊？按到拜田公爺咧，我哋要當快做人咧，係冇？嚇？好，記得田公爺咯。哦，喺之後咧，死嘢呱呱啊，看見落旁。太皮，好啊，田公爺，點啊？你看，这边。来。辛苦啊，今日真好嘅。阿姐，阿姐，你來了，你話今日還好冇？做得哦，當然就做得。錯啦，遐呢，誒滿意下嘅吼，佢啲阿伯嘅教育嘛愛乖乖跟你哦，都了啲好人。這樣啊，如果有看到我就趕快問他。好啊，好，咁有看到就打電話嚟派出所。好，多謝啦。好，危險行嘅，記得食飯嘅。忙死了。忙死了啊！這個順路呢，哦，安住先啊，好，阿姐先走了，拜拜。
哎呦，你那伫外口行来行去是伫创啥？丽君毋是要转来，你有敲电话互伊无啦？我有敲，伊都无人接啊。你唔免烦恼啦，咱查某囝袂碰见啦。无啦，我有一个消息要甲讲啦。是啥物好消息？你唔要紧讲。甲你讲也无要紧啦。你知影哦？昨吼，咱咧果子园吼，人来估价，迄介绍有够赞的。即届吼，丽君要出国吼，绝对有希望的。真的还是假的啦？真的啊！你那对丽君遐好啦。因为是咱的查某囝。我甲你添酒者啦，哦，你对丽君啊遐好，我感动呢。有今日是啥物日子啊？今日啊，遮好名呢。哦。安尼毋着足宝贵的你遐关心丽君啊？哇！哦，你添的酒跟遮无共款呢。哦，警察贝贝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很多东西，等一下哈。哎，帽子拿开一下。哦。哎，放这边。哎，拿。不是，小姐，你。啊？拿这个，等一下。哦，安全帽给我。小姐。好热哦。哦，谢谢你哦，警察贝贝。哎，给我。哎，不麻烦你帮我拿。警察贝贝，那个前面那边右转，谢谢。前面右转。啊？警察贝贝。对啊。警察贝贝。啊，你不是警察哦。小姐，你到底要去哪里？就前面右转，拜托你了，警察贝贝。我叫高尚伟，还有，我不是贝贝。前面右转了，警察贝贝，谢谢。小姐，你到底要去哪？我先检一下哈，等一下。哎呀。很麻烦呢，东西都一直掉哈。好了吗？等一下哦，骑好一点哈，然后东西又掉。好了。好了。对，前面那边。哎，包包又掉了，包包又掉了啦。小心骑哈，包包一直掉，很累耶，这样子。好，走吧。不好意思。快点上车。警车哎。没关系啦。不好了，这样长官看到难交代。快点，我很热啊。你会骑吗？
我技术比你好啦。拿着啦。等下又掉，快点，我已经很热了。好，那我帮你拿，你小心一点。你坐好啦。有没有骑车啊？不要吵了啦。慢一点啦。还有个人这样子骑车，知道？哎，刹车了！我刹车了！哎。没有用的东西。安尼，哦。你回来了哦？不欢迎哦。还没有啦，小红，你要看这个点位回来，我就去火车站接你啊。不用了，妈。哎呀，你昨天有冇打电话转来咯？不是啊，我看我都要轻加30公里，又按我喷油烟，这样唔累。这条我都要创甲回落安尼啦，遐查囡仔都拢唔敢坐啦。你嘛是一种艺术呢。我看一定搁甲切条好啦，你买啦，特别好搞。好啊。嘿哟。哇，好热哦。我看冇人去。哎，我有迄卤鸡翅，真好啊，这盖卤的，就好吃的呢。啊，不用啦，天气那么热，我吃不下啦。我来餐边数数的。今仔起相宜啦，你听无？做什么讲法无讲？好嘛，反正爱去食啊，多事。无多事，紧特别吼，做嘛该因咧紧关心你身体毋是好无？迄样办安尼咧，无安尼。哎妈，还问你哦，派出所要落一个新人啊。哦，今早哈，今早合作高唱话啦，啊叶片拢嫌叫阿伟，嘿啦。哎妈，人家东西俾你看，你穿。好。人家金牌啊，带好多新的东西俾你看哦。这东西，人家新的保养品，超好用的哦。人家招新茶哎。我吃面。志军，我叫冇見你哦。你叫做來啊？張總來啊？唔請你啊？
去？没有啊，以前在台北出勤的时候，跟打仗一样紧张的要死。现在在这边路检的时候，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赶鸭子过马路，很没挑战性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赶鸭子过马路哦，这可是需要多年累积出来的经验还有耐心。讲到这个，你就要请教我们的赶鸭达人。哎，我要去分局一趟，有没有什么报告要我送？没有，没有啊。那个蝴蝶馆我会去一趟，然后就不用再过去去。哦，随便啊，都可以啊。唉，无聊又平淡的生活中，唯一的乐趣被别人剥夺。你少无聊啊，我不上你。只要有人需要帮忙，我一定配合到底。不要把我跟你归为同一类。是哦，那为什么蝴蝶馆不到200公尺设了2个哨站？你被谁拧了你？你车安全吧。好了啦。我轉來就來前面啊乖冇？乖同乖。要一隻咩行乖嘛？關，關。麗君，今年暑假用飛銀橋中標咯。冇啦，我教安排翻正攝咗踢，爭咗隻鐘嚟看下滿意啊！來昌兒啊，按幸福日都看到佢。我冇去共同啊。哦。你讀好順路嘅，順上嚟看看。順路。今天話街啊？就嚟看看啦！哎呀，哇，好多錢哦！那就個人係有錢人咩？多啊！冇人多啦，我再講，應該一點一點做好了。存一嚿啊？從20幾歲開始，一點一點做好了。阿爹，阿條係個人下排多本樣用嘅，係喎。係啊，個人啊喺解放喺彈線高呢，呢度阿幫你啊，我老母嚟介紹不易哦。嚇，按到人搶電愛啊！請問有位有味嘅後生人，你條件係？希望天公俾東來學細妹做伴。哦，學細妹啊！平常雨啊，好热啊这里。你怎么办啊？我人讲啊，下早礼拜啊，我人去厨房旁边广播厂的有记得冇？我电话机哦，礼拜11啦。绝对啦。11会使啦，嘿啊，你啊看即嘛，因这边拢挂过来了吼。你会去迄边嘛？迄边过了，迄边顺过迄边去骗的呀。免烦恼啦，我来讲，即嘛吼，因这边嘛讲较紧挂好吼，我就马上给你安排。好。天啊，好，安排啊。好，你继续啦吼。好，我先过来迄边看下。早安，我看安排你看啊。好。你冇睇過人，唔應該坐喺樹上啊！娘呀，今日好應喺店門前擺攤啊嘛！我講我唔是的啦，係建議嘅總朋友來看啊，家事都講好了啊，係講唔是咧。真係啊？係啊。咁你恭喜啊！你應該坐唔會少。你看啊哈，唔同你做兩個人啊哈，佢用筆錢去2度米嘅回啦。醫生都交代哦，
也比前入来吼，我本已经出国啦。安囝哦，系啊，丽君太好毕业了呀，但丽君都大四了啊，佢了拜转了去台北实习，係咪啊？實習差唔多1個月，佢都會轉來的啊。丽君幾來啊？係啊。啊，干呢？今日暗晡，你長單嘢攞嚟點的啊？哎呀吼，自己下用好彩啊，嚟搶麗君，順便嚟慶祝啊。唔是啊，謝謝你啦。哎呀，你來錢吼，係咪來麗君講我做乜嘅用嘅啊？你仲交代講我來去講，我本去出國用嘅錢拿嚟啦，係咪來去講啊？時間啊吼，真是高頭出差又夾嘅啦。記得今日呢，當麗君嘅爸爸出事情，幾個人啊吼，攏個嚟講係的，麗君家下嘛樣死嘅。今日啊吼，走出去坐下啲門口，望伊做嘛嘅唔願去地擺坐，講要等爸爸歸來，講他講伊因為看又看唔通，我想到今日下啊吼，就變難睇嘅。冇法度啊，佢都安尼脾氣啊，細細都睇對安尼啊。逐擺轉來，你上來去講話，對來去丟句、丟嘴啊，講唔會通啊，唔定用辦法，這樣做得啦。錯啦，麗君係記得講嘢爸爸冇？家下我家本地狀家下佢都睇咧啊，但係呢，你仲冇親戚機啊，將一個妹安尼按錫機啊，每啲你知唔知啲個上物嘅東西啊？唔是少啦，可以啊吼，你聽下你遺傳到，兩個語言我同你裝對啊。老赵，现在才做嘛干你？我听到无线电就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我跟高少先义务去通知了，你有什么问题问所长。所长，怎么了？无啦，微风来咩？你讲来几笔东西？你讲要来就来啊，慢一点啊。报phòng財就報phòng財啊！你新聞有講，太甲全都跌啊，都蠻按緊張嘅。阿美啊，你講你迄件大片嘅東西啊，一下會本佢受傷嘅，你會見冇？袂吼，你阿美啊，同特別冇共用啊。呢，他搞糟啊，不然緊張啊，就會去年啊，山東啊發生土石流，一下呀，超過3人命啊，就冇睇了咩？錯咯。所以啊，你真係記得到啊，你同體睇住架，可以注意啊。好，走來，你好，莎莎，1200步。問看啊，看有冇該需要人天數的冇？好，你了就可以了。李丈伯，李登飞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又怎么在这？我来找李长伯啊，买东西啊。哦，对啊，我来买东西啊。哎，这家店好奇怪哦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哎，你刚好经过，好，帮我结账一下，我赶时间。你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多少钱，我怎么帮你结啊？而且我是来找里长。好啊，那我走啊。哎，小姐，你还没付钱不能走啊？哦，我忘了带钱哎，那你帮我付好不好？我干嘛帮你付钱啊？而且你这是小偷的行为，我现在就可以抓你。哦，我好可怜呢。啊，还有哦，你弄到我那行李还没可以算账哦，管你的，帮我付。你不要讲这些啦，你现在是现行犯，我真的可以抓你。哦，抓我哈？好啊，抓我啊，试试看，抓我啊。
抓！哎，那你东西留下来。不要抢！里长，东西不要拿。你弄乱了！里长，我的房子，放回去。不要。他是两找进来偷啊？不是，他刚在你店里面偷。她是你女儿？对啊，用找进啊。啊？你为什么没有说你是里长的女儿？那全幸福里的人都知道我是里长女儿啊！除了你这个太懵吧？哎，你要追弄案犯哦，还你去搞某供情处哎。用哎，你就可以听才中意呢。你先唔好暗晒啦。阿妹，你讲前出，太懵吧就太懵吧。你干嘛呀？哎呀！你坐定。你咪講我潛啲重要物計翻學放你坐定。方明係誰啊？係唔好。玉靜，我你是親和的，我係你妹。主持人就足調皮嘅啊。没关系啊。啊，对了，李长伯，那个首长交代说，因为台风要来了哈。那那天数。各位同事大家好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今年第19号台风即将登陆，光复农田，做防台措施。幸福派出所关心你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请严加防台。要做红台仔哦。来阿正，来看诶，哦，今仔风真头哦。哦，你看迄边农田啊吼，也是迄窗仔门，大家小注意一下吼。你提防啊。系啊。各位乡亲请注意，台风即将来袭，请做好您的防台准备。记住，在台风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到处走动。幸福派出所关心您。老板，你这个屋顶要记得收起来哦，然后台风的时候不要到处走。好。哎，你不挑一件内衣啊？给谁啊？自己穿啊。哎呦。阿妹兒啊，你懂我呢？見他蝴蝶館引來印象樣了。蝴蝶館冇做廣告啦，冇乜人哋，政府又冇補助，我唱下去吼，實在冇簡單啦。唔過冇上過啦，眼睛攞嚟做起來，同全世界、全台灣嘅人哋。安那邊有按到按到用壓力做嚟看。他本來做旅遊的時候啊，一定會幫你打廣告。你哦，又愛做解說員，又要撫育蝴蝶，當苦嘅哦。唔過要乾菜哦，乜雞都冇想乾嗬。唔好俾講好冇。係老哥啊，唔係唔想人用。真的假的啊？現中英人看唔出來哦。原來屋企從細人叫阿太，變咗出嚟過啊，感情當然咩好啊。哦，好啊。係講個人真的愛做人，勁樣樣誒。啊，冇想咁多啦，結婚就好呀。唔爭上鐵道好冇？係老幾好，不親情，唔係愛情。哦，唔係愛情啊！驚而將來咩當叫誒，要萬年本意愛情啊！冇係哦，同你講啦，一份暗好暗穩定感情在人面前，你又唔愛，管暗好暗認真。那種人哦，做老公真好。呢個其實好，你知道而家下路好呀，有人做媒人啊。哎呦，佢搶看到你啦，人家冇中意啊。你真係有被講。
吃口拉筋啊？好啊，继续做鸵鸟啊，然後有條埋起來啊，咪梗係唔好看唔好燙。哦。啊。好。喂，開門啦！阿超過來咧，係。好像有人咧，我係咪攞來？阿超過來，開門來喲。唔是啦。喲，不看到。開門啦！哦。阿超過來咧，係。喲。呀。誒，唔係 N 呢？我乜生意呢？行喺樓下辦公有銀行啊。想講啦，國家好嘅目標，做嘅目標，也會有。買做唔先，買不起。知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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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那最用，遐阿妈你是靠什么电话啦你啊？我对你阿仔，迄孙小队吼，伊讲要休困一天啦。哎，外口风雨遐大，你莫想遐济代志啦。家己厝顾好好就好，我想到遐济代志。你嘛知，咱这做田的吼，大家厝的吼，拢足济代志的，你知哦？咱即摆虽然吼，水沟挂拢锁完啊，但是啊，平安啦，你放心啦。总讲外口无好来讲，伊嘛唔敢偷摕啦，你放心啦。当时你家铁照打讲，我唔是咧烦恼贼啦，无你是伫烦恼啥啦？烦恼咱的过节过节家大家拢同好啊，迄水沟啊家清拢嘛清好啊。你是搁烦恼啥物货啦？你放心啦，你来，我要管，来，看天公地安那安排啊。会啊，今天一个尔啦，我等下电就来啊。然后我想叫你，这条电光桥这样走的话，得在我们这个车窗的入口那边，这边电光桥设一个路障。小赵，外面雨超大的。我知道哦。然后我们这边设一个路障，那桥的另外一边待会联络一下关山分局，派一组人回到这边，也是一个路障啊。现在风雨那么大，那个水那么宽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桥整个封锁起来，我们看情况，让必要的人走过那个桥就好。哦，留一个小的步道。对，没有那个必要的人才让他通过。
去啊啦！不要，你那个你的脚受伤了。我今日带这个来吼，就是这届风台受灾上严重的啦。我想我远远啊规，即马除我规拢因咧水来咧。即马要拜托伊，紧把这个贼仔抓到。我们还穷用哦。